阿文啊，我男朋友佢係王菲啊，住3日就走噶啦。增價2蚊。哇，玩夠啦，做嘢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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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呢個好食啲啊！你玩晒我啲冰，我點飲可樂？黐線嘅，發燒嘅咩你？咩？有咩玩啊？就玩晒我啲冰啊！夠冇咁小氣啦，玩個第二個。但係鍾 Sir 玩冰有咩問題啊？冇問題。哎呀，你有地位、有樣貌、有高度、有品味、有身材又有錢，但係你攤嘢，佢非常之失望，真心失望。仲有，你馬上立刻即刻寫悔過書，承認自己嘅過失，同埋最重要係睇心理醫生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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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心理醫生。咩事啊？咩事啊？咩事啊？嚇？咩事？邊個要睇心理醫生啊？佢。你唔好得罪我，你會好大鑊㗎。算啦佢。